Eccolo qui il bastardone. Guardali qua. 把它压死就好。哎，杀死了2只黄条叶藻。呀，对不起你。你guarda se sei. 这是叶子。被他们吃得很开心。可是这个没办法吧？来过一个。要喷那个，这是就行了。哇，这个被吃得好严重，你看。重喷一下。那边有叶子。电灯给我。电灯给我。看不到。这个这样子。再喷那个苦莲油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找到很多的那个叶藻，黄条叶藻。是那个讨厌的。它那个吃的，它这个吃的一个洞一个洞，这个就是那个叶藻他们吃的呢。所以我们要。然后黄条叶藻，因为它天黑了，它才会出来。所以你要喷到它，它才会死掉。因为它很难，你遇到黄条叶藻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很难防治的。所以晚上的时候喷一喷。它就在土里面呢。对。哎，辛苦了。你的皮囊体会谢谢你。对。哎，那个玉米也要喷。是。这个虫。你看，这个是玉米，我们种的田玉米。对，严重的。对啊。这个虫要直接碰到它，不然没有用。所以这里有2只呢。可以看得到吗？哎，看到了，对。直接把它喷，对。直接喷一下，全部都要喷一下。这个玉米叶子被吃得很可怜了。没关系吧，反正就是喷一下。这是苦莲油。苦莲油啊，它有一个那个味道，所以说他们这苦莲子去煮的。可是其实现在都可以买到现成。里面有可能有另外的。No， 我看它里面。那个需要用苏力菌。是，可是里面还好，没有。它现在就是这个叶藻的问题了，先喷一下。所以瓜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另外的虫又出来了。对啊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个没有用农药的有机的菜园就是这样。有机的缺点。有机的菜园的缺点呢？对，常常要检查，常常要做一些生物的防治。OK。